我好希望有時間去慢慢了解你，但係我冇。我好希望聽朝起身嘅時候可以喺度陪你，但係我唔會。呢兩句說話聽落係咪好似一個仆街渣男會講嘅對白呢？嗰啲主流媒體、兩性專家同埋你阿爸阿媽由細到大灌輸俾你嘅迪士尼式童話入面講呢啲說話嘅男人呢，肯定要注定去孤獨終老，注定會俾女人唾棄嘅。但係我今日要撕破呢個世紀最大嘅謊言俾你，我要將最真實殘酷嘅法則直接打入你嘅大腦入面，因為真相就係當你講出呢兩句說話呢，當你真正活出呢種日頭係陌生人，夜晚係狂熱情人嘅動態嘅時候，女人唔單止唔會離開你，佢哋更加會對你徹底上癮，佢哋會為咗爭奪你僅有嘅時間而陷入瘋狂嘅。點解啊？因為女人嘅爬蟲類底層大腦從來都唔係渴望一個安全可以預測得到隨傳隨到嘅供養者嘅，佢哋靈魂深處最飢渴嘅係 excitement 刺激，佢哋渴望一場冒險，佢哋渴望一個能夠將佢哋由沉悶嘅日常生活之中抽出嚟嘅君王操盤手，一個 sovereign operator。如果你依家覺得我講嘅嘢好似覺得我喺度教壞人，咁我恭喜你啦，你已經被呢個社會嘅閹割舉陣徹底洗腦，你可以即刻熄咗條片，繼續翻去你嗰個舒適圈，安全溫暖但係永遠冇激情嘅豬圈入面。我唔需要你嘅認同，我王國亦都唔歡迎你呢啲軟弱嘅人。但係如果你已經受夠咗做兵，受夠咗被女人當係人肉 ATM 或者情緒垃圾桶嘅話，如果你想喚醒你體內入面令人敬畏嘅君王威壓嗰種 sovereign aura 嘅話呢，坐正你個人，因為接下嚟我講嘅嘢將會徹底重寫你嘅兩性認知。你哋絕大部分嘅男人每日都喺度犯緊一個致命嘅低能錯誤，你哋以為要留住一個女人，要令到佢愛上你，就係要做到一種叫做全天候嘅陪伴。你秒回佢 message， 你放假第一時間就問佢想去邊度，你將佢放喺你人生嘅第一位，甚至放棄咗自己嘅事業兄弟，只為咗做一個好男人、好老公。但係你以為自己喺度建立緊一段鞏固關係嘅話呢，你就錯撚晒啦，因為你係喺度親手為自己挖緊一個墳墓。當你放棄咗神秘感，當你放棄咗你嘅不可預測性，你將會面臨3個摧毀性、毀滅性嘅後果。第一就係你嘅性愛生活將會徹底死亡。你知唔知道點解咁多嘅情侶夫妻一齊咗無耐之後，個女仔就開始話：哎呀，我好攰啊，冇心情啊，不如淨係攬住瞓呢啲說話呢？因為你已經變成咗一件垃圾家私咯，你變成咗一張梳化、一個雪櫃、一道極度安全但係毫無性張力嘅一個物件。最新嘅進化心理學研究，包括頂尖學府對女性性慾激發機制嘅大數據分析，得出咗一個極度政治不正確但係無比真實，我 N 年講咗嘅結論，就係女性嘅性喚起佢哋嘅 sexual arousal 係高度依賴於新奇感同埋輕微嘅危險感嘅。當你日日喺佢身邊，當佢連你下一步會講啲咩笑話、着啲咩底褲都估得一清二楚嘅時候，佢對你嘅生物學嘅欲望就已經熄咗機。你嘅全天候背叛喺佢嘅潛意識入面發出咗一個極度低價值嘅信號，就係呢個男人冇撚其他選擇，佢嘅世界只有我。一個冇其他選擇嘅男人，就係激發唔到女人競爭欲望同埋征服欲望嘅廢柴。你將會淪為一個室友，你嘅性生活咪就會變成咗，就算有啊，就係一種例行公事咯，甚至係一種恩賜先至會俾你嘅嘢。而最諷刺嘅就係當佢對住你呢個性冷感嘅時候，佢個腦其實入面係幻想緊嗰啲正正對佢若即若離、充滿危險氣息嘅魅影情人。第二啦，就係你嘅財富同埋你嘅資源將會徹底被無情地榨乾晒。當你冇咗君王嘅威壓，當你失去咗隨時可以轉身離開嘅框架，你喺呢段關係入面嘅議價能力就係零嘅。為咗彌補你性吸引力上面嘅缺失，你會做啲咩啊？你會本能地嘗試用資源、金錢去買佢嘅忠誠咯。你會請佢食更加貴嘅omakase，你會買更名貴嘅包包手袋，甚至將你辛辛苦苦賺翻嚟嘅錢全部供上俾娘娘、俾老婆去管理。你以為呢啲係愛咩？戇鳩係我哋世界呢啲叫做觀音兵嘅戇鳩稅，呢啲 sim tax， 你將你原本明明可以用嚟建立自己商業帝國、投資喺自己身上、擴張版圖嘅時間同埋金錢，全部投資喺一個根本唔撚尊重你嘅女人身上，你變成咗一個被系統榨乾晒嘅被馴化嘅加速。你每一日辛辛苦苦做嘢，只係為咗維持呢個好男人嘅虛假人設，你嘅財富天花板被你嘅軟弱徹底鎖死壓死。
第三就係你嘅尊嚴會被徹底踩喺腳板底，因為女人嘅天生就係邊界嘅測試員。當佢發現咗你永遠都會喺度，永遠都唔會走，佢就會開始測試你嘅底線，佢就會開始對你發脾氣啊，對你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佢會喺朋友面前落你面，佢會對你嘅事業指手畫腳。點解佢夠膽咁樣做啊？就係因為佢知道無論佢做得幾撚過分，你聽朝依然會買定個早餐喺樓下等佢戇鳩仔。你喪失咗男人最寶貴嘅武器，就係撤回關注嘅能力。一個冇能力懲罰越界行為嘅男人係得唔到任何嘅尊重嘅。以為你嘅包容會換嚟佢嘅感動咩？你都弱智嘅。你嘅包容只會換嚟佢更加深層次嘅鄙視。你喺佢眼中已經唔係一個可以帶領佢嘅君王，而係一隻聽話嘅寵物。你嘅尊嚴早已經喺每一次嘅秒回，每一次嘅妥協之中蕩然無存。依家我要指名道姓咁樣鞭屍呢啲日日喺度散播呢種軟弱毒藥嘅偽神同埋垃圾文化先。我最睇唔起嘅就係嗰啲所謂婚姻輔導嘅專家，或者 YouTube、IG、Threads 上面嗰啲情感教練，佢哋日日教男人啲乜嘢？就係喺度多啲溝通啦，展示多啲你嘅脆弱 vulnerability 啦，要俾多啲足夠嘅安全感對人。呢啲根本就係男性氣概嘅屠宰場，佢哋將女人意識層面理性上想要嘅嘢當做晒係佢哋潛意識慾望上面真正渴望嘅嘢。佢哋教你點樣做一個好閨蜜，而唔係教你點樣做一個令到女人出晒水出晒汁嘅真男人。跟住呢班廢柴學嘢嘅男人，全部一定入撚晒 friend zone，或者喺婚姻入面 keep 住表面家庭幸福美滿，但係裏面就係過住無性生活嘅悲慘日子。仲有嘅當然就係嗰啲惡毒嘅口度 Happy Wife Happy Life 嗰啲撚樣啦。呢句說話其實就係成個閹割舉陣最撚成功嘅洗腦包包。佢要求男人將自己嘅快樂同自己嘅人生目標全部凌駕於一個女人嘅情緒之下。呢個唔係奴隸哲學係乜撚嘢呢？一個真正嘅君王，佢嘅人生係由自己嘅天命同埋野心去驅動嘅。女人係只係佢雲帶藍圖入面嘅同行者，絕對唔係佢人生嘅終極目標。你再睇下荷里活嗰條撚樣 Will Smith， 佢有錢，佢有名，佢有地位，但喺個光頭老婆面前，佢展現出極致嘅討好，極致嘅軟弱。佢老婆開口承認晒自己出撚晒軌，佢仲要喺全世界面前喊住晒口原諒佢老婆，甚至為咗一個濕鳩老婆無聊嘅笑話喺奧斯卡頒獎典禮上面打人，摧毀自己事業。結果係啲咩啊？佢老婆有冇因為咁樣而變得愛咗佢、尊重咗佢呢？係冇啊！佢老婆只會覺得佢更加可悲。Will Smith 咪就係現代社會被馴化嘅加速最終極嘅人版。佢擁有晒世俗意義上面嘅一切，但係佢喪失咗作為一個男人最 basic 嘅絕對統御力。呢班人呢啲嘅文化就係我哋要徹底粉碎嘅舊規則，因為佢哋就係弱者嘅共謀，係阻止你覺醒成為真正男人最大嘅障礙。我哋唔係要同佢哋辯論，我哋係要做絕對嘅實力同埋結果，將佢哋嘅理論踩落垃圾桶。好啦，依家睇完個地獄風景，依家我俾把鎖匙你。當你徹底捨棄呢種全挑後陪伴嘅奴隸思維，轉而擁抱日頭係陌生人，夜晚係狂熱情人嘅君王操盤手嘅動態嘅話，你嘅現實會發生3次嘅神級反轉。聽清楚，我依家唔係叫你去出軌，我亦都唔係叫你去做一個冇責任感嘅人，我係教緊你點樣喺任何關係入面，無論係單身約會定係長期關係，都永遠保持你嘅稀缺性同埋不可預測性啊！好，第一把鎖匙就係化身極致嘅冒險，引爆核彈級嘅性吸引力。當你唔再係隨傳隨到，當你嘅生活充滿住你自己嘅事業、你嘅兄弟、你嘅使命嘅時候，你對佢嚟講呢，其實就會變成一個謎。你日頭喺商場、戰場上面廝殺，你唔會無啦啦覆佢無聊嘅 WhatsApp 噶。你對佢嚟講係一個遙遠強大冇辦法控制嘅陌生人。但係當夜晚降臨嘅時候，當你決定將你極度珍貴嘅少許時間分俾佢嘅嗰陣，你就要俾佢最極致、最狂熱、最毫無保留嘅體驗啦。你唔係陪佢喺度睇埋啲悶蛋嘅濕狗劇，你係帶佢去經歷一場冒險。你係所謂嘅 smooth operator， 你係提供一種 no ordinary love。當你將缺席嘅冷酷同埋在場嘅狂熱完美咁樣結合，你就會喺佢腦入面產生出最強大嘅多巴胺落差，佢就會對你上癮，佢就唔會再覺得你悶，佢只會每日期待住幾時可以再見得到你呢個危險君王男人呢。你嘅性生活將會由例行公事或者冇變成一場又一場充滿激情嘅征服，因為你就喺佢平庸嘅人生之中唯一嘅興奮劑。第二把鎖匙就係資源嘅回收，鍛造無堅不摧嘅財富王國。因為當你
停止將時間同埋金錢浪費喺討好女人上面，奇妙嘅事情就會發生。你終會有時間去專注喺你自己嘅豐臣軌跡，你會將原本用嚟陪佢行街啊、去食飯啊、聽佢抱怨嘅時間，用嚟建立你嘅被動收入系統，用嚟擴張你自己嘅商業版圖。你唔會再喺度繳交啲觀音兵稅，因為你明白一個擁有絕對統御力嘅男人本身就係最大嘅獎品。你嘅價值係由你嘅實力、你嘅願景、你嘅銀行戶口決定，而唔係由你送咗幾多扎花去決定嘅。當你將注意力收歸己有，你嘅財富就會幾何級咁樣增長。而最諷刺嘅就係，當你越係唔撚 care 點樣用錢去討好條女，當你越係專注喺自己嘅帝國，女人反而會越想躋身進入你嘅世界，因為你奪取咗財務上面嘅絕對主權。第三把鎖匙就係贏得絕對嘅敬畏同埋臣服啦。呢個世界嘅底層邏輯係好簡單嘅，人只會尊重嗰啲佢冇辦法完全掌控嘅事物。當你貫徹住我好希望聽朝可以喺度陪你，但係我唔會嘅呢種態度，你其實係喺度確立緊一個堅不可摧嘅框架，就係我嘅使命永遠凌駕於你之上。你唔會為咗佢而改變你嘅行程，你唔會為因為佢發脾氣而妥協嘅。你展示咗一種極致嘅自主權。起初條女可能會反抗，佢甚至會用情緒勒索你，但係當佢發現咗佢嘅一哭二鬧三上吊對你都無效嘅時候，當佢意識得到你真係隨時可以離開嘅嗰陣時，佢嘅爬蟲類底層大腦就會徹底投降，佢就會開始敬畏你，佢就會開始小心翼翼咁樣維護你發自靈魂深處嘅臣服同埋尊重。喺呢度我要非常清晰咁樣宣告我哋 Man of Cup 嘅絕對立場係啲咩？我哋反對啲咩啊？我哋係極度反對並且致力於摧毀呢個系統性男性精神閹割嘅舉陣。我哋反對將男人變成溫順嘅供養者，我哋反對放棄自我去討好伴侶嘅奴隸契約，我哋反對所有教男人抑壓自己攻擊性、放棄野心嘅有毒文化。我哋同嗰啲心靈雞湯啊、偽女權主義啊同埋主流媒體嘅洗腦包係勢不兩立嘅。咁我哋主張啲咩？我哋主張清晰嘅力量同埋絕對嘅統御力。我哋主張男人係必須要將自己嘅天命同埋事業放喺絕對嘅第一位。我哋主張女人係用嚟愛、用嚟征服、用嚟共享繁榮嘅，但係絕對唔係用嚟做你人生嘅主人嘅。我哋主張一個真正嘅男人係必須要有一種隨時可以摧毀現狀嘅危險性，因為冇實力嘅善良就係軟弱。所以我哋唔係喺度同你玩泥沙，我哋係喺度發動緊一場思想上面嘅聖戰。我哋要將嗰啲極少數仍然有得救嘅男人，由被馴化嘅家畜鍛造成為掌控自己命運嘅神像君王。所以我今日講嘅嘢已經係將兩性遊戲最殘酷、最真實嘅源代碼直接交咗俾你啦。你依家有兩個選擇，你可以即刻刪咗條片，繼續呃鳩自己，繼續做你個全天下好男人啦，然後眼白白睇住你條女對你越嚟越冷淡，最後跟住一個連名都唔願意話俾佢。如果你選擇呢條路嘅話，以後唔好再睇我啲片，我嘅世界係容納唔到你嘅平庸嘅。但係如果你聽完今日嘅說話，感覺得到你嘅靈魂深處有一股被壓抑咗好耐嘅野心俾我點燃咗嘅話，如果你決心由今日開始你要奪回你嘅時間、你嘅資源、你嘅專業，成為一個令到女人瘋狂、令到男人敬畏嘅君王操盤手嘅話，咁我話俾你聽，以上 share 俾你嘅嘢只係冰山一角，真正嘅屠龍術，真正可以將你由凡人鍛造成為神嘅系統，全部喺 TKC The King's Crucible 君王用路入面。喺嗰度我哋唔會俾任何安慰劑你，我哋只會用最極端嘅壓力、最無情嘅真相去延進你身上所有嘅軟弱。我唔求你嘅 like， 我亦都唔撚會求你 subscribe。真理係唔需要乞求關注嘅。如果你準備好迎接痛苦嘅蛻變嘅話，我唔會話俾你知點樣做，因為你自己會揾到路用嘅。如果你未準備好嘅話，就留翻喺你自己夢境入面打飛機。你真係 ready 好撕裂你嘅弱點，你真係準備好擊潰你心魔同埋敵人嘅話，我哋喺熔爐裏面等你。